各位万声里的里面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上来。我是任务，咱这个第七季的头一集呢，先来讲一个较轻松的话题，因为这个3月嘛是这个妇女月，所以嘿，呢，我想讲咱来讨论一寡女性的介意的物件，嘿，啊，还有伊后壁代表的意思吼。拄仔咱两个拢足爱看这个韩国的剧，虽然呢，因为我感觉韩剧呢，为某一个时间点呢开始嘛有足大的转变，所以我感觉咱会当做一个讨论。嘿，啊，除了即个原因之外呢，其实咱进前伫共款3月的时阵，嘛有讨论过即个英国甲台湾的即个妇女运动，其嘿，实是会当搁较深入的来讨论。啊，毋过我感觉讲英国毕竟呢，伊进前是一个帝国，其实对，即摆嘛是一个帝国，哎，啊，所以伊伫等，你这样是个是地公吗？伊无伊帝国毋过伊的迄个叫 border 即摆比进前小足济，即摆敢若嘿，因家己英格兰内底尔。嘿，啊，好，嘿，好啊，所以讲英国因是做一个统治者，因伫嗯，因的阶站，因是第一世界国家，对，所以因第一世界国家的即个女性主义，含咱遮的市民地即个女性主义的即个进程，嘛是有一寡争差。嘿，啊，文化上呢，嘛有无共的所在，所以嘿，咱看韩国呢，其实有足济较成就对啊啦。对对对，因为咱的文化上呢，除了原住民以外，拢是受到即个儒家的思想来影响，啊，佮加上即个19世纪尾以后，韩国的命运堪台湾足像诶，嘛有足济关联，啊，嗯拢有伫即个日本、中国、美国所引起的即个政治甲利亚风内底的即个蝴蝶效应中来互相影响，嘿，所以我感觉足值得即个韩国摕来讨论安尼。嘿，嘿，所以呢，我感觉咱头先呢想要来讲一下，我家己是感觉韩剧即几年的进步足大的，就是感觉讲伊的价值观向变甲足多元的。嘿，嘿，啊，我是因为我家己是自称是即个女性主义者嘛，所以我嘿，其实咧看剧的时阵啊，拢会用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去看即个剧，无论我咧看啥物剧，我也会摕一个甲我的女性主义目镜摕起来吼。嘿，嘿，所以我就感觉讲，即个2010年以前的即个剧吼，足济个是迄款足老古板的迄款剧情啊。嘿，对，比如讲2009年年底，台湾有一个性别平等教育季刊，有一篇文章就是咧分析讲韩剧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意识形态内底，迄当阵就有讲着说，迄当阵的即个韩剧的剧情安排，第一就是落尾即个查某人一定要结婚，等于是嘿，讲甲即个结婚呢看作是女性的成功价值。唯嘿，一的幸福就对啊。嘿，嘿，嘿，啊，第二就是讲，伊会去强调即个家庭伦理，就是厝内时大讲的，就是对的，永远拢是都爱照因讲的做，嗯，袂当甲因讲逆。啊，第三呢是即个女性一定爱是弱者，吼、嘿，啊，所以这女主角毋是无钱、无才情、无学历，甚至歹。啊，即、个男性呢，一定是即个保护的角色。嗯啊，嗯，我家己佫加一个，就是即个通常即个查甫一定有一个即个囡仔时代即个创伤，嘿，嘿，无就是讲有一个即个情绪表达的一个欠点，所以嘿，呢，即个女主角呢，就爱去提供即个情绪劳动，嘿，去安达、去安慰、去提供温柔。啊，嗯嗯嗯，毋过遮诶即个剧情拢会去强化性别角色。就是讲啊，就是咱进前咧讨论即个女性主义迄集亚女的资格内底，就是有讲到这，嘿，就是父权系统内底，男性和女性是有角色的，因是嘿，有一个设定，一定爱，比如讲咱定听到的男主外女主内，查嗯，甫一定爱出去拍拼，爱趁大钱啊。女性呢一定爱伫厝里，爱温柔，爱安怎安怎，温嗯，良恭俭让有无？对对对，嘿，
对，这就是咱咧讲的即个强化性别角色即段啊。然后呢，伊诶即个剧情内底呢，通常嘛会出现一个女性竞争的一趴，咱哦，嘿嘿嘿，华语会讲雌竞啊，吼，嘿嘿，嘿，啊，就是讲诶，互两个查某囡仔互相竞争，啊，伊会分出讲哦，好诶查某，较歹诶查某，啊，其实这嘛是去甲定出一个女性诶刻板印象，去规范讲查某人应该爱如何表现，才是会互查甫介意诶，你才有法度结婚。哦，对，伊规条线就是安尼。对对对，啊，像我家己看过，像迄即个我叫金山顺，我叫金山顺，内嘿，底就是迄个女主角歹、善、肥、呆，吼四项哦。感觉，感觉，诶，诶，嘛无咁歹吧？毋过伊内底诶设定就是安尼，哦哦，较对怂尔。对啦，爽，啊是讲即个另外一个是继承者们内底，嗯，即个伊诶女主角呢就是善家嘛，啊因嘿，阿母佫是迄个聋哑人，就是对，听无无法度讲话，嘿，嘿嘿嘿，啊即个查甫诶主角呢是迄种读贵族学校诶阿舍。啊，佫是学校内底老大，所以对你就是有即个伊迄个性别角色含迄个阶层都分出来嘛。对，啊，所以伊就是内底就会一直有迄种英雄救美啊，还是宣誓主权啊、食醋啊，嗯，佫有强奸啊，迄款诶戏会出现。对对对。啊，其實我中呢，就有一站就無看韓劇啊，啊，毋過你有發現講最近至少5檔的即個韓劇的劇本就無啥共款。有啊，以前有即个迄女主角着绝情诶啊。哦，有出车禍的。对对对，啊无就是迄款，就是男女主角有到尾发现是兄妹即款诶。哦，真的嘿啊，毋过这应该拢是较早诶啊，我嘛是对对对，嘿啊，中人一旁出大无咧看嘿。嘿，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有當時我當去看，無小心看到迄2018年以前的劇，就有感覺哦，有一個臭撲味出來，啊，去一查。查的话，你讲，哎呦，这个年份唔对啊，嘿嘿年嘿年份不对吼。嘿嘿嘿嘿，嘿，其实我嘛是即个去做功课，才发现讲，原来真正有咧变，毋是我咧迷茫，因为呢，嘿，迄当阵2016年，迄几年发生一寡代志，迄嘿当阵即个首尔江南区有妇女呢，伫即个公共变数红台。引嘿起大规模的即个公众抗议，去针对即个暴力伤害妇女的即个行为来抗争。嗯，啊，而且迄当阵的即个全球佫有即个 Me Too 的运动嘛，对，啊，佫加上讲2018年的统计吼，讲韩国有将近95%的编剧是女性。哇，嘿，而且呢，即个韩国的即个编剧的权力是足大诶，所以开始即个戏剧面顶咧出现足侪含即个女性权益角色，吼，佮有即个针对女性的犯罪来讨论，甚至有嗯嗯超过一半的剧呢是用女性的角度去写诶，嗯啊，即个女性的角色的设定呢，佮较多元。比如嗯讲，你开始你就出现女性的医生啊，律师啦，吼，啊无就是驶车呀，吼，伫外口拍拼的啊，市猪嗯，的啊，吼，对对对，都是足济嘿。嘿嘿，你嘛开始出现讲，伫厝里做厝内代志是爸爸，吼，就是嗯这剧内底对即个性别角色含权力地位的即个设定嘛改变诚济。嗯啊，有一寡佫较新诶即个剧呢，甚至佫会讨论即个传统婚姻含生囡仔即个选择等等。哦，嘿，对，像讲是我头一摆感觉着改变，是我过几冬开始重新看韩剧了后，我迄当阵是看迄个请输入检索词 www。嗯迄
迄个剧是2019年的，迄个剧内底就是有3个女主角，因3个拢是事业足成功的女性，拢是伫即个网络的产业做高赞的主管。对。迄个当阵就感觉哇，即个设定足赞的，而且呢，因拢使迄个玛莎拉蒂，目屎拉蒂，目屎拉蒂，对。其中有足头前，你看一个有一个对手出一个垃圾布嘛，所以因就摕迄撒迄棒球的巴达去甲伊的车规个，甲讲甲咪咪毛毛，呢，佫摕一贴钱，佫压伫伊的面顶讲，摕修理车，对啊，对，而且迄当阵即个主要的即个女主角，伊是主张就是伊无要结婚啦。好，内底会佫利用即个男女主角的对话来辩论即个结婚即个主流的价值。所以我感觉咱遮，因为咱可能会摕到讲到足侪无共的剧的，所以我感觉会当分几个无共的分类来讨论。比如讲，第一就是咱讲到即个性别地位颠倒变的即个例，吼。第二个是讨论即个不婚主义、开放式关系等等挑战传统价值的即类。遮来补充一下吼，因为2016年的时阵呢，韩国有一个4B 的运动，就是无要结婚、无要生囝、无要约会、无要发生性、无要做，无要安怎讲，无要发生性行为，无要发生性行为，无要做啥？笑死！咱以后拢暗时啊拢好啊。足强诶！继续对，所以伊即个运动呢，就是女性因选择较男性来划清即个界线，来回应因感觉即摆看到的社会上的即个亚女的现象。因为因常常会听到讲有女性伫约会时阵呢，受到暴力的对待，是讲有人要甲因强，甚至呢，有人要空男朋友分手的时阵，互谋杀安尼新闻。所以因就有以安尼的运动去回应安尼的现象，安尼。好，第3款呢，就是无共形式即个恋爱的模型。最后一款呢，就是有咧讨论即个性别暴力、高刷含即个面目的焦躁，容貌焦虑。所以，比如讲以即个性别角色的颠倒变的即个例来讲拄则我讲的即个青检所 WW 就是女主角是较大汉，男主角是较细汉，而且即个女主角是有事业的女性嘛，高站主管男性我记得伊是一个音乐家，对，有一个 start-up 的即个新创的即个公司，毋过未做稳定的，佫一个就是因为无想要食亏啊，伊这嘛是伊即个女主角嘛是算是对，嘛算是一个公司内底算主管即款的嘛，伫做组长。伊即男主角就是伫超商，对，伫超商拍线工即款的。对，而且因两个之间的关系是由即个女性来带领的。佫另外一点就是伊伫即个无想要食亏内底即个男主角，伊算是迄是要安怎讲啊？伊是互女主角因妈妈寄养。对，另外一个是海岸村恰恰恰，迄当阵2021年时阵嘛，足红的。内底就是女主角是一个
齿科医生嘛，男主嗯哼，角就是嘛是一个拍线工诶，对，对，佫有两个例，我感觉是较无够遐差别遐大，一个是叫 Happiness 拄罗，迄是朴炯植甲韩孝周做伙演诶，嘿，内底因两个就是两个拢足强诶，拢足够都足好相拍。等下两个做嘅，对啊，因两个拢足好相拍，因为因两个一个是我袂记一个是迄个女主角较像是伫军队内底做工课，查甫诶是警察安尼，哦，对，嘿，佫有另外一个是夜晚盛开的花，暗嗯，时盛开诶花，伊就是一个伊翁死去啊嘛，那所以伊就爱守寡，嘿，守寡要正10冬哦，伊无聊嘛，所以伊半暝拢会出去做迄个迄个啥，伊半暝拢会出去做聊天钉。伊是女版的聊天钉啊，系啊，哇，对对对，迄哦，个查甫是一个做官诶，嘿嘿嘿，对，就是类似迄个警察迄款保证，嗯哼哼哼，所以对啊，所以即款即个性别角色电脑变即款例，就是会看着讲愈来愈侪女主角是像咱华语咧讲诶霸总，就是哎，做大老板啊、主嘿对对，管啊。嘿，我感觉这足重要，因为你等于是互即个少年囡仔一个正常诶 role model，你嗯就是互伊讲，甲伊讲，女性会当做任何诶代志，做任何诶职业会当做到任何诶即个管理诶阶层，嗯，对对对，对。好煞来讲即个第二款就是因咧讨论一寡挑战传统价值观诶即个部分。嗯，比如讲拄则讲诶即个亲检所 WW，因就是讨论中要结婚还是无要结婚即件代志。对，当然，伊袂去讨论到讲父权诶系统啊是啥物，毋过伊就会去讨论讲，是安怎逐个都一定爱结婚啊？你袂当讲迄是无正常，因为伊无一定是，伊是事实，毋过伊嗯，无一定是毋对诶，对对对，系。佫有即个因为无想要食亏，迄出剧内底嘛是有一个配角，伊是做即个开放式诶关系，对，好嘛，好嘛，感觉就趣味对啊，我诶呢，最喜即对呢，系啊，嘿，佫有迄个另外是即个有一个恋爱大战，恋爱大战，伊内底迄个女主角就是迄个世界困诶迄款诶。系所以毋过伊后壁佫有真正去互报出来讲，迄个讲伫电视面顶讲即个人就是即个查某就是死过困，毋过伊就是会去辩论讲即件代志，敢真正有遐严重？嗯，因为这是等于是个人的选择嘛，对对对，对。另外一出我看过，叫做《敢会当变成青魂人，能成为陌生人吗？伊内底就是咧讨论讲一对离婚前翁仔某，后来伫做工课的时阵，佫重新恋爱，毋嘿，过因咧争即个要生囡仔还是无要生囡仔即件代志。就是哦，所以就是因开始去讨论讲，咱的即个传统的价值，还是讲咱的即个传统，就是人一定爱结婚，一对定爱生囡仔即件代志，还是讲一定爱关系，一定爱一对一即对，遮的代志，到底敢行若会当安尼？嗯嗯嗯嘿，嗯嗯，对。啊，因为透过安尼，你就会当去挑战即个甲婚姻当做是女性变做完整的即个观念，去挑战即个观念。嗯嗯嗯嗯嘿，嗯，我无结婚无代表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对，而无毋对，且你去讨论即个查某囡仔要生囡仔还是无要生囡仔，这嘛是去强调即个女性的自主权。嘿嘿嘿嘿，对。所以即个
你看到遮个足侪剧，即马伊诶最后 ending 就是无一定爱结婚啊，对对对，对，嗯，我嘛感觉介趣味，对，我感觉安尼是真好诶，对。嗯，啊，像我第三趴就是无共型诶即个恋爱诶模式，就是我发现讲，开始出现一寡是单亲诶家庭去阿爸阿母去谈恋爱即件代志，我感觉嘛真趣味。哦，比如讲迄个丁海寅搬诶即个春夜，嘿，伊就是内底伊就是有一个带一个囡仔诶爸爸，嘿嘿，去做谈恋爱。啊，另外一出叫做《罗曼史是附录别册》，伊就是嗯，即个即位大姊，伊就是有一个囡仔安尼，啊，伊就爱离婚了后想办法去趁钱，爱饲，互即个囡仔伫外国读册安尼，嘿嘿嘿，对。啊，最后一款就是有去讨论到即个性别暴力、高刷，还是讲即个面无焦灼即件代志。我家己看过，就是我会记得，就是迄个定定请食饭的即个漂亮姐姐，嘿嘿，漂亮姐姐，对对对，伊内底就是因伊内底嘛是迄个某大姊嘛，就是对，查某的较大汉啊，嗯哼哼，伊含好朋友的小弟谈恋爱安尼。啊，毋过伊内底有一个足大诶部分，就是咧讲伊伫即个公司，因公司内底有足侪迄个足低高诶主管啊，所以拢会强迫即个因出去看人应酬诶时阵，拢会强迫公司内底诶查某去陪酒安尼，嘿嘿嘿，陪酒了后就共头骹来手来安尼，对。嘿，你讲到这，就是迄公司内底高层会叫迄嗯嗯个女性去陪酒，我就想着头拄咱讲迄 Run On，伊是一嗯嗯嗯个翻译诶嘛，啊，伊嗯对，读大学诶教授，伊当阵有一个活动啊，因嗯拄好就是结束了，逐个食饭，伊迄教授就是啉伤济，开始伫遐讲有诶无诶。对对对对对无？对。嘿，啊，感觉伊就是挡袂牢去甲迄个教授呛，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甲以早无共款诶咧，因为你足少会伫电视剧内底看一个已经毕业诶学生，就是起来去呛你诶教授。对，对，而且我感觉这伫韩国应该是特别严重诶，对对对，对，因为嘿，因足重视迄个关系内底对，啥物人较大即件代对志。对对对嗯，对，啊，另外一个是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即出的，伊其实是一个就是用伫学校内底用青春诶浪漫诶剧啊，毋过我感嗯，觉伊嘛真有意思，因为伊内底就是讲一个查某囡仔，伊因为生甲足歹，伊自细汉伫学校就互欺负，嘿，互败体，嗯，所以伊上大学进前就先去甲伊诶面整甲较水，嘿嘿嘿，所以伊入去大学诶校门内底呢，就变做迄个人讲迄个风云人物啊，逐个拢讲嘿嘿嘿，迄足水诶安尼。啊，内底就讲着讲伊开始去讨论讲，韩国人对即个面相好看还是歹看，会去排名，会去影响着足侪物件即件代志。嗯，而且内底佫有一个女配角会堪伊抢迄个男主角嘛，嘿，毋过伊内底就有讲着，甚至我感觉伊到最后有去提出讲，咱两个，咱莫来做雌竞嘅代志，就是咱来莫，哦，咱莫来做即个女性之间的竞争即件代志。嗯嗯嗯嗯我感觉嗯嗯。甚至上到最后，因拢有去甲即个所在点出来。我想要讲即条作品呢，因为呢，我有去看伊的 Wikipedia，我发现伊写讲吼，即个原本即个画即个漫画的即个作者，嗯哼，伊是因为学校的教授呢出一个作业，叫因画一个含即个工人美女有关系的作品。迄当阵呢，伊
即个教授呢，等于是甲即个面有种过即个女性呢，含即个就是讲因爱虚华啦，讲因就是想要摕着好处，所以伊就感觉足袂爽诶，无想要互教授安尼讲，所以伊才画即个漫画出来，嘿，后来互编做即个电视剧。哦，对，我感觉足趣味诶，所以我感觉发觉讲韩国遮个编剧较遮个女性，其实因真硬呢，会真够去反抗即个体制。对啊，而且我毋知你有发现讲，其实最近诶剧啊，愈来愈少迄款会讲强奸强迫诶迄款戏啊，哦，嘿嘿，有，嘿。因为我看较早诶戏啊，若出现即款诶场景，我就感觉规身躯无爽快。哦，因为嘿，因为以早啦，细汉时阵性别意识还无遐悬诶时阵，会感觉讲用安尼方式去表达你诶爱意，就叫嚣，就赞，就酷诶安尼。毋过即摆会感觉讲，你无去摕着人诶积极同意，安尼嘿，不 真 OK，的，安尼无 OK 呢，对对袂使对，呢，对对嘿。对，所以因即摆台词拢就爱讲，你若去过来，我就无要忍耐啊哦。哎，真的呢，对不对？你好个怪我落去，我刚好奇，哎，真的呢，真的呢，对啊，嘿嘿嘿，我感觉诚趣味，因为因是等于是伫无迫害浪漫的情绪之下，嘛对，是有得到对方的同意。嗯，嘿，我家己了解，感觉讲，其实台湾含韩国伫性别即个方面，拄仔是嘿，倒边的。韩国的剧呢，至少是2016年以后的剧是行伫即个社会的头前，由即个社会大众往前行。嘿嘿，毋过台湾的剧呢，感觉较像是观众已经行较足远的，因才对伫后壁写。哦，好，毋过当然嘛是有毋是安尼啦，只是嘿嘿，有一寡较新的剧看起来，我拢感觉碍叫。哦，你讲台若湾的吗？若是要真正要点名就是之前有一出，其实迄个女主角我足喜欢，伊是钟瑶，伊搬一出叫做啥物砍山鱼小金汉鲨鱼接吻，伊的角色设定一定是迄种女主管足强嘿，诶哦，嘿嘿，事业足强诶，毋过伊咧重要时阵拢会变智障才互即个男主角救诶，我感觉讲 Are 嘿，you sure？这是啥物2000当前诶剧哦？嘿，系啊，有当时啊，真正有一款剧会安尼。对啊，所以我感觉，头脑内底出现即个 question mark。其实，我感觉最近来讲一个英国的部分其实我感觉最近5档伫即个英文的电视剧内底嘛有类似的趋势。虽然讲即个流行的剧的风格含亚洲无啥共款，毋嘿，过嘛是会当看着讲，愈来愈侪即个女性角度写的女性家己的故事，家己的故事家己讲，家己的角色家己去定义。对，尤其是进前几档咧流行迄个 Fleabag 是一个伦敦的故事嘛，嘿，佫有一个 Killing Eve，或者是讲旧年出了一寡含即个红姨有关系即个故事，来那，无讲你这时间到底是安怎来的啊？你真正看有够侪剧的呢。我无看 Killing Eve 我是看迄个剧评的，因为哦，我必须我有看 Fleabag，因为我足介意迄款英国迄款足矮叫的笑话，你敢有？哦，我知你意思，嘿嘿嘿嘿，，cringe，嘿嘿嘿，对。对，遮个就讲起来讲遮个剧伊内底诶，就是我拄则讲诶，内底诶即个女性角色呢，伊会当足爱摇诶，嘿，伊嘛会当恶疾，伊当暴力，伊会当无专情，伊会当邪恶，会当嘿嘿，无情，伊就你诶故事内底女性变甲足有赞趣诶，而且即个女性诶角色足多元诶。嘿，遮个剧呢，已经数量侪甲讲
已经毋免去特别讲啊，我即出是为女性做诶，还是讲这是女性做诶一出剧，我来讲一个大道理，我个爱为女性出声啥物诶，拢毋免因为你即款女性写诶故事已经坐到，你就是好好讲一个故事就好啊。嘿，我感觉就是有即个趋势。对，我感觉想要举一个例，就是家己诶故事家己讲，女性写女性诶故事是安怎重要？因为我家己感觉像即个台湾诶剧啊，摕即个花甲少年含淑女养成记来比较好啊。我也感觉讲，我含即个花甲少年无法度产生一款共鸣，因为我就感觉讲，伊含阿嬷之间遐足温暖诶故事，会发生是因为伊是金孙。对，因为我毋是金孙，我是查某诶，所以我无可能含阮阿嬷有迄款温暖诶故事。对，就是伫传统诶迄种产争社会是安尼，所以对，毋过江儿写诶迄个《淑女养成记》，我感觉伊就会当写着足侪含女性有关系，有当就有法度有连结诶故事。至少咱较有法度去有一寡连结嘛，因为白白拢是查某诶，嘿。对。其实就因为即10几年来韩国诶文化输出，无管是音乐也好，还是戏剧也好，拢去引着足侪女性诶迷众嘛。拢会就是即差不多5档吧，就有足侪会去韩国学语言啊，还是拍线工啊，因为就是人伫讲诶韩国诶欧巴。对，嘿，咱头摕着遐个剧，有一寡就是会互部分诶女性迷众有较无实际想法啦，会感觉韩国诶查甫就是遐尔啊温柔缘投，佫会晓照顾人，做 romantic 安尼。有一篇研究文章就是访问73位过去韩国台湾女性去了解因的爱情的故事，毋过互人较想袂到，就是遮大部分的受访者，因其实无受到韩流的影响，有一寡根本就无伫下韩国文化，因为因拢知影现实甲剧是无共的，特特性的朋友会感觉迄跨国的婚姻是较幸福、较使人心酸安尼呢。就是咱若转去台湾有人讲恁翁压倒啊呢，我感觉就是即款的。对。伫即篇文章内底有伫分析讲，为什物遮个台湾女性会愿意过去到韩国去，伊背后的原因是啥？伫这73位受访者的爱情故事甲咱讲呢，这可能甲韩国男性的大男人气质有关。这大男人的气质是甲台湾男性的气质去做比较的。伊是伫2019年联合国公布的性别无平等指数调查中，台湾的名次算是伫国际顶悬韩国6名，算是亚洲第一。就是比较讲，咱台湾的社会是较伫性别这方面是较平等的，比韩国较平等的。有一个足有名的 YouTuber Tammy， 伊就讲虽然大男人主义的查甫定定互查某 complain， 无介意做厝内的工课，佮小爱民主的，毋过有当时因这大男人甲爱民主，会当互你感觉原来大男人嘛是袂歹的，伊会当甲你照顾甲足好啊，有正想帮你照顾查囝安尼啊，帮你开车门，帮你把鞋仔带，帮你摕骹网，佮足愿意付钱送礼物的安尼。所以因为
台湾性别较平等，女性较独立。面对这时阵会感觉因即款方式就是较强的专制的疼惜方式，会互咱即个台湾女性感觉较神奇，安尼较神奇，是咧动物园内底的动物。对，较享受即款互大力保护照顾的感觉。嘿，毋过即款的行为嘛，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骚扰。嘿嘿嘿，根据媒体报道，韩国的约会暴力的案件，就即几年来就是向加足济啊。按2016年甲18年的数据来看的话，约会暴力的案件按9000件，增加到19000件以上。嘿嘿，约会暴力的严重程度嘛，和韩国少年女性约会的意愿降低，会惊讲家己是后一位受害者。对啊，对。因为就是即款大男人的态度，会互你感觉，有当时你会受你头拄讲的，伊迄剧内底会甲你强奸嘛，还是甲你强迫即款的，就是互女性感觉无受尊重安尼。对啊，对啊。其实我细汉时阵嘛会期望讲会当拄着一个对我足照顾的男朋友。毋过后来我真正接触到一寡男性的追求者，因真正会像韩剧安尼，甲你服务甲足好诶。我颠倒感觉，哎呀，无啥爽快。我嘛是。一方面感觉讲，我有手我会当家己来。对对。我毋是红的啊，我无需要保护。一方面会想要问讲，请问你敢无家己的人生哈？系啊。因为阮感觉就是听一寡故事，因为将是thread顶悬嘛，有足侪就是有甲韩国的查甫交往过，也是离婚的即款案件，有足侪听起来到尾感觉因的是大男人主义甲一个程度，互你感觉因拢伫 PUA 即款的。对呢。对。嘛就真恐怖诶。对啊。另外我是真好奇，但安尼毋知英国有遮个状况无？你来英国进前，对即个欧洲还是英国诶查甫敢有啥物想象？敢有啥物想象哦？我感觉无呢，因为其实我伫澳洲的时阵，我就有熟识真侪英国人啊。嘿，毋过就是做平常人甲人的交往内底，就是要有尊重啊。因为我感觉，因为英国出一寡，比如讲啥物，我即摆惊会当想着迄个迄个 cucumber，迄个 cucumber 是啥啊？Benedict cucumber。佮有真正即摆进前个啥物 Tom Hiddleston 啊，啥物Tom Hiddleston，嘿，对，就是迄款诶。所以我感觉我身躯边嘛有一寡人对英国诶查甫有即款诶想法咧，想讲因是毋是较 Tom Hiddleston 共款有讲迄个英国腔足好听诶，我会想讲哈，上好是95%诶机会，你会有着迄款，Yo mate，want some fish and chips？我感觉是因为好佳在，我就是伫澳洲时阵熟识足侪英国人，就知影英国诶腔爸爸对。当然去伦敦诶人可能较袂啊，毋过你若去来即款第2、第3大诶即个城市行一年，真正去熟悉当地人，你可能就对即种英国查甫诶即款幻想就破去啊。其实我感觉欧洲拢差不多啦。我感觉其实应该逐个拢差不多啊。对。好，所以
感觉今仔日的讨论到这应该就差不多啊。嘿啊，我感觉不管吼是毋是韩国，还是英国，还是倒一国，你可能会感觉外国的话语就是较圆啊，就是会有一寡迄物仔讲啊，想象，嘿，有一寡无共款的想象，会感觉遐个人遐个查甫可能较好诶，啥物诶。毋过吼，你若听遮个故事，真正去了解了后吼，其实拢毋免想济啊。人甲人诶交往就是尊重，对对，啊，系啊，最后嘛是，不管倒一个拢是共款诶，对啊，最后嘛是苦劝各位，就是大家无论男性女性，拢是读女性主义，保平安。真诶，对真诶，对，好，好，安尼就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福泰平安，小心翼翼好个，油啊清芳过一滴，青菜水果青。来回落水溪，参农民行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小心翼翼土地，油啊清芳过一滴，青菜水果青。2016，干，202016